台南高分院办公厅舍新建工程，总经费高达27亿外。为了让工程会得顺利进行，减少外力对着公共工程的干扰，政府特别成立廉政平台。而这个平台也是咱市第6个机关采购的廉政平台。这个是台南市第6件的廉政平台了。之前有安平再生水厂，仁德有没有？仁德也是在哪里？七股工业区，还有好几个地方。那事实上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廉政平台的设立是可以让减少外力不必要的干扰。尤其我们知道工程过去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，都会常常有人听到说谁介入啦，谁要怎么样啦。但是在廉政平台的运作上，之下，许多公共工程都能够顺利的这个施作，而且完工。在座各位，台南高分院院长黄瑞华表示，这是第一次由台南市政府帮司法机关起厝，希望未来新建工程完工了后，会当为分家南地国民众提供一个优质的司法服务以及裁判品质。台南高分院的就职呢，事实上对云嘉南地区民众的司法受益权的这个很不公平，因为我们的基础空间实在是严重的不足，而且很不便利，而且也很不符合相关的法规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很迫切的需求，要盖我们这个新的房子。那我们的目标呢，当然就是要改善我们的空间不足跟不友善的环境，然后呢，要落实司法为民的理念，以及促进跟提升本院的这个司法服务的品质跟效能。台南高分院新建工程建设基地面积大约是8383平，计划经费是27亿6371万。未来将线到安平区金华段811地户土地，目前进度已经完成专案管理甲建造技术服务的劳务采购发包，后续的设计甲施工将会以通报方式办理。工程预计伫咧117年完工验收，118年进驻使用。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